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九哥。今日呢個題目咧，可能係近年最重要嘅一次警告。我唔係喺度咧誇大其詞，但係如果你有投資美股咧，甚至係透過一啲強積金或者退休基金間接持有咧，你真係要坐定定聽清楚。我哋睇到嘅唔係一個普通嘅調整，而係一個經濟現實同股票價格嚴重脫節嘅畸形市場，就好似一個氣球咁樣咧，吹到就嚟爆，但係人人仲繼續喺度吹緊。今日我仲會俾一支指路明燈大家睇，我保證你估唔到。首先，請大家大力點讚。我相信喺美國咧，好多人都感到咧，經濟同股市係完全行緊咧相反嘅方向。好多數據都顯示美國嘅經濟增長開始冇力啦，但係通脹仍然持續高企。普通消費者其實係好吃力嘅，仲係有關稅嚇。消費者信心睇下圖，已經去到過去經濟衰退時期嘅低位嚟㗎。而同一時間，美股尤其係納指啊，喺度不斷咁樣創歷史新高。呢一種背離咧，喺歷史上咧係好少見。而一旦經濟數據真係轉差咧，成個市可以跌得好急同埋好深。美股嘅估值由於呢個 AI 主題已經被吹到去咧外太空，好多人都知道㗎啦。巴菲特指數升到紀錄新高230以上，歷史都係話俾我哋知咧，從咁高嘅水平回落，往往都係伴隨住一啲咧好漫長同埋痛苦嘅下跌㗎。喺其他市場其實已經響起咗一啲警號。呢個圖喺幾個月前我已經同大家分享。大家有冇留意到比特幣由舊年10月高位已經跌咗40%，而近期當炒嘅白銀亦都由1月底個零禮拜嘅高位到而家又跌超過40%。呢啲通常都係行先一步嘅資產大跌咧，有啲似煤礦裏面一啲金絲雀死咗咧，其實係一個好強烈嘅預警信號嚟嘅。最近大家亦都可能會見到3個月前開始嘅標指11個板塊個輪動喺度咧，靜靜咁樣起緊革命。過去幾年領漲嘅科技股板塊，即係最低嗰個 XLK 咧，佢喺過去3個月咧係跌咗7%，係全部11個板塊入邊咧表現最差。人哋就話呢啲叫做板塊輪動，我就會話可能係一個最後嘅晚餐，即係當最強嘅科技股再升唔起嘅時候咧，資金就會炒一啲所謂嘅落後股，然後就散場。呢啲係危機嚟到之前咧，好典型嘅最後一步嚟㗎。過去3年咧，美股科技嗰啲領頭羊，即係所謂嘅七小福或者叫做 Mac 7呢幾間大公司，幾乎撐起咗成個指數嘅升幅。當一個市場只係靠幾隻腳去行路，只要其中一隻腳跛一跛，成個人就會趴低。呢種極度集中嘅風險咧，喺2000年科網泡沫同埋08金融海嘯前咧，係出奇咁樣好相似。今日會俾大家睇一幅可能值100萬嘅圖片。一隻2000年跌咗70%嘅大股票，到底係乜嘢咧？點解係指路明燈咧？大家睇下呢幅圖最下底嗰度，微軟喺今年初最下邊呢個圖嗰度咧，佢係跌穿咗200天平均線，呢個係美股基金經理牛熊分界線，絕對唔係一個好信號嚟㗎。以往歷史當呢啲龍頭科技股先後失守200天，往往都係大市更加深度調整嘅開始。有時間睇下上邊喺2000年同埋中間呢個08年之後，微軟嘅價格走勢。唔好話我嚇你啊！作為 AI 浪潮嘅核心受益者之一，微軟下跌有冇話俾你聽啲乜嘢呢？我就覺得唔多老禮啦。綜合呢5點，我哋見到一個好扭曲、好脆弱嘅市場結構。唔係話聽日即刻就會爆，聽日星期日啦嚇。但係所有嘅前置條件咧，其實已經都係一一到位。好多人仲有幻想，就係覺得唔使驚喎，九哥美聯儲一定會減息救市。冇錯，
央行可能仲有減息嘅空間，但問題係佢點解要減息啊？如果係壞消息驅動嘅減息，即係話企業盈利前景已經好差，又要刺激經濟，咁歷史上大家睇下圖表咧，喺減息循環入邊好漫長嘅嚇，都係會對股市不利，甚至乎經常出現股災。美國政府嘅債務規模已經去到咧冇眼睇嘅地步。如果經濟真嘅需要大規模刺激咧，政府要發更加多嘅債，邊個嚟埋單啊？有可能導致股債雙殺嘅恐怖局面。到時為咗救經濟同埋救債務咧，美聯儲最後可能又要開動嗰個印銀紙機啊！長期嚟講會嚴重咁樣削弱美元嘅購買力。美元如果進入長期貶值趨勢咧，就會引發到全球資金重新嘅配置，可能就會觸發一啲資金咧大舉咁樣咧撤離美國，就會好似咧呢一個循環2000年咧嗰個美元指數下跌咁樣咧，呢個藍色線嗰度嘅嗰個環球嘅資產表現就會咁樣，美股到時只係微升，而嗰個新興市場就會咧大爆升。黃金價格之前狂升，呢幾個月呢幾年都係表面咧，其實係炒緊一個叫做避險啊，或者咧炒通脹啊。但係白銀最近急跌40%，個零禮拜，顯示呢一波嘅升勢好大程度係投機資金推動。而家佢哋正喺度撤離緊。貴金屬市場嘅劇烈波動，反映全球資金情緒係極不穩定，大家都喺度揾地方逃生，但係發現冇一個市場係真正安全。成個市場最後嘅希望就係所謂嘅人工智能革命呢個咁嘅故事。大家都幻想 AI 可以帶嚟無窮無盡嘅盈利增長，撐起一啲天文數字嘅估值，但係越嚟越多嘅跡象顯示，呢個古仔嗰條鏈咧開始有斷裂嘅風險啦。而家所謂嘅科技巨頭咧，都瘋狂咁樣投資喺數據中心、AI 晶片同埋算力上面嗰啲咁嘅設施，投資規模都係以1000億美元咁樣計。啱啱谷歌公布咗嗰個業績都係咁，但問題係 AI 嗰個實際嗰個變現能力到底係能唔能夠追上呢個咁樣嘅燒錢嘅速度呢？其實好多分析師都開始出報告話 AI 嘅收入增長根本唔可以支撐得住一個咁大規模嘅資本開支。當市場開始咁樣計數，發現回報率唔再吸引呢，個故事就好容易爆煲。最近有傳聞呢 OpenAI 同佢最主要嘅晶片供應商輝達開始有一啲微妙嘅變化。消息就話 OpenAI 對輝達嘅晶片咧唔係100%滿意咁講，甚至開始咧找尋其他嘅替代方案。甚至有傳聞話咧，輝達教主黃大班咧，佢話並冇承諾到 OpenAI 投資之前講嘅1000億美元規模咁大。大家亦可以睇翻甲骨文公司舊年9月押注3000億美元擴建嗰個數據中心。記唔記得9月尾一開始嘅時候我就話問題多多。個股價呢幾個月跌咗200蚊，接近跌咗60%啊！最近嘅業績同埋指引亦都顯示呢一個豪賭似乎未如理想。當個咁大型嘅基建計劃遇到阻力，可能預示住成個行業嘅需求咧，並唔係好似開頭預期咁火熱。呢個可能就係又係煤礦裏邊嘅金絲雀，死一隻就要驚全部都會有問題噶。雖然剛才講 OpenAI 同埋黃大班嗰啲咁嘅好似爭拗咧，大家都澄清咗其實冇事嘅，仍然都會合作。但係你哋會唔會覺得冇問題呢？萬一整個故事鏈一斷咗嘅時候咧，信心就會崩潰。過去咧，我不斷都講 AI 的確係一場真正嘅技術革命，呢點咧係好多人都同意嘅。但係任何革命喺資本市場上面都一定會經歷過咩咧？狂熱啦、泡沫啦，跟住爆破、重生呢啲咁嘅過程。我哋而家咧好大可能就係一個泡沫最燦爛、最大、最危險嘅尾聲啊！如果以上所有嘅風險一次過爆發，個市場會點行啊？我唔係而家要嚇大家，但係一定要先做好呢啲咁樣嘅場景分析。
尤其係影響我哋最深刻嘅叫做退休金問題，同埋乜嘢會係呢個大崩盤前嘅一啲觸發點呢？會唔會係一間龍頭 AI 公司嘅業績走樣呢？或者係一間地區銀行又突然之間出事呢？甚至係地緣政治衝突升級啊！喂，而家進入赤馬紅羊年咯。當所有人都諗住同時賣出，市場就出現冇買盤嘅情況，股價可以直線式咁樣暴跌，冇反彈嘅。呢類被動型嘅產品，即係所謂嘅 ETF 咧，會放大咗呢種跌勢。比特幣同埋白銀大家都見過啦。而家好多嘅退休基金都會重倉咗美股，尤其是嗰7大科技股。一次好似2000年咁樣跌一半以上嘅股災咧，係足以令我哋呢啲咁嘅退休人士嗰啲資產咧去腰斬嘅，就被迫延遲退休啦，或者大幅降低咗將嚟退休嘅生活水平。當股市暴跌咧，會產生一啲叫做負財富效應，就會令自己覺得咧窮咗，因此咧就減少一啲消費，同埋甚至乎唔會再投資啦。咁企業融資變得困難，可能就會出現咧開始裁員啦。咁到時 AI 又會用多啲咁樣嚇。經濟衰退會由金融市場傳到去實體經濟，咁形成一啲惡性嘅循環。到時美聯儲減息都未必能夠救到命。過去幾個星期，好多人都問我：九哥，如果美股大冧，港股能唔能夠避開災難呢？我會話係冇一個市場可以獨善其身嘅，只係跌多定係跌少咁解。所以呢個唔係賺多賺少嘅遊戲，而係一個關於資產保存嘅生存遊戲嚟㗎。尤其係對於嗰啲依靠退休金過活嘅人士咧，更加係冇本錢去再繼續搏落去。聽到呢度咧，你哋可能覺得好灰，但係我嘅目的咧，唔係要製造恐慌，我係想大家咧去敬畏市場，做好一切嘅準備。驚係冇用嘅，行動最實際。最後呢部分咧，我會俾幾個實實在在嘅行動建議。第一，就馬上檢視自己嘅持貨倉位，尤其是科技股嘅比重。如果超過你嘅總投資30%甚至更高咧，你就要認真考慮咧減持股票。第二，增持現金同埋一啲短期嘅債券。持有現金咧並唔係罪嚟㗎，喺風暴來臨嘅時候，現金先至係王。佢可以幫你避過下跌嘅損失，更加令到你有子彈去執平貨。雖然黃金價格咧係有波動，但係長遠睇咧，佢哋同股市嘅相關性係比較低，可以考慮將小部分嘅資產，譬如好似阿 Ray Dalio 所講，5至到15% 配置作為長期持有嗰啲咁嘅實物黃金 ETF， 作為一個保險嘅。我係完全同意佢呢個睇法。而家有貨繼續持有，新買起碼要4000、4500開始先至可以考慮。如果個市真係開始跌，初頭一定會有好多反彈引你入局。記住2000年科網股暴跌嘅教訓，納指係跌超過80%，過程入邊無數嘅反彈都只係叫做死貓彈。最安全嘅撈底時機係當所有人都唔再討論 AI， 新聞都係壞消息，所以肯定唔係而家咯。唔好再盲目跟風咧，網上嗰啲咁嘅致富密碼代碼，花一啲時間去理解一下到底宏觀經濟啊、公司估值啊，或者市場周期呢啲咁樣嘅基本知識。股災來臨，最多人就想學習。九哥稍後就會編排今年個課程時間表，大家馬上去關注九哥嘅網頁。稍後我會有最新嘅課程資訊 update。最近關於討論租樓啊同買樓咧，好多觀眾都認為唔使買樓啦，投資股市回報更加高。咁樣大家記住，而家開始就要好小心，因為當你以為比特幣同埋白銀可以幫助你提早退休，甚至乎財務自由，呢幾個月你會馬上受到震盪。遲啲保證你見到更加多嘅大場景。唔好話我冇警告在先。過去2個月，好多網友
同我做過私人諮詢，解決咗唔少一啲財富管理同埋退休計劃等等嘅問題。有需要去呢個 QR code 同我嘅秘書安排一個初步嘅免費諮詢，了解下問題，然後再安排一個正式嘅諮詢。多謝收睇，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九哥會繼續跟進環球市場發展情況，債災、樓災、股災，記得訂閱、大力點讚同埋分享俾朋友知道。想更加好咁樣掌握點樣投資同埋財富管理呢，馬上加入九哥話嘅 Patreon啦。